迪士尼樂園大家去過啦，咁大家去過飄零燕主題樂園未呢？著名嘅歐洲足球魚腩列支敦士登真正嘅面貌係點嘅樣嘅呢？同埋再會同大家分享點樣可以揾到佢嘅足跡。馬上為大家送上瑞士之旅最後一集。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， 搞咗咁多年 Econ， 我一直希望走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，體驗當地文化，再用唔同嘅角度同大家分享更多嘅經濟知識。事不宜遲，等我帶大家一邊玩一邊學 Econ，Be a World Citizen， 即刻出發！又翻到嚟蘇黎世，喂，等陣先，日光日白，成條街唔見晒啲人嘅，今際之國啊！唉，醒唔起原來今日係星期日添。瑞士係傳統基督教國家，星期日通常連街嘅店鋪都唔開，俾員工休息。呢啲就係真正嘅 work-life balance 啦。但係唔使擔心，星期日仲有好多好地方可以去嘅。如果大家年紀有翻咁上下，應該都會有睇過《飄零燕》呢套卡通。歡迎大家嚟到《飄零燕》主題小村莊 Heidedorf 海蒂村。後生啲嘅同學仔唔准笑我哋啲老嘢啊！其實呢套卡通片你都識嘅，有冇睇過呢張 meme 圖？佢就係嚟自《飄零燕》啦。成個小村莊基本上就係一大片草地同埋幾間主題小屋組成。嗱，呢間就係嗰間課室啦，係咪好熟口熟面啊？而呢幾間屋同埋屋入邊嘅場景都係根據住卡通片入邊嘅劇情而起嘅。哇，童年回憶翻晒嚟啊！我覺得我自己好老啊！大家睇下，佢哋仲有啲真嘅動物俾你玩嘅。你睇下呢個人捉雞嗰個樣，嗱，逗留2個鐘已經好足夠玩晒成個 Heidedorf。而入場費大約85蚊港紙左右啦。不過佢哋淨係開星期6日嘅咋，想參觀嘅朋友仔要睇清楚時間先好出發。第二站，我哋去到全世界第6細嘅國家列支敦士登。我諗大家對呢個國家最大嘅印象就係佢哋係歐洲嘅足球魚腩，同埋香港隊曾經作客喺呢度輸過0-1。呢一個俾瑞士同埋奧地利夾住嘅小國，面積大約只有2個香港島咁大，而人口只係得4萬人，即係小西灣嘅人口嘅一半。而全國大部分嘅人口就係住喺我哋身處嘅首都 Vaduz。基本上成條 High Street 1個鐘左右就可以來回行晒，全街都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品，我覺得係一個好有 style 嘅地方。呢間 Tourist Centre 入邊係可以給一個入境印嘅。由於呢個國家係冇任何嘅入境關口，所以呢一個 stamp 其實唔係 official， 仲要收你3蚊瑞士法郎添。唉，算啦，呢度啲物價同瑞士不相伯仲，30幾蚊港紙給個印我都唔想 comment 啦。呢間鋪頭幾得意㗎，入邊賣緊好多佢哋國家獨有嘅 souvenir。呢件 jacket 睇落都幾靚咧，不過望到個價錢牌我就放翻低啦。而呢間鋪仔就出現咗呢個英文字，即刻吸引咗師母行過去睇下係咪真係咁抵先。哦，當我冇講過啦，拜拜。咁細個國家啲嘢咁貴，佢哋有錢買嘅咩？大家真係要見識下。列支敦士登人均 GDP 係全世界排名第2位，僅次於另外一個歐洲小國摩納哥。點解咁細個地方可以揾到咁多錢？成功嘅原因其實同我哋香港差唔多，都係行低稅制啊、金融中心個招啦。至於我哋香港排第幾，我哋排名第28名，足足差人哋20幾名啊！好啦，問題嚟啦，到底一個國家嘅 per capita GDP 越高，係咪代表市民嘅生活水平一定會越高呢？答案當然唔係啦，人均 GDP 越高，代表市民有更多嘅收入去消費，生活水平應該會較高。但係如果一個國家有物價上升、污染或者工時過長等等嘅問題，人均 GDP 就會高估咗市民嘅生活水平，即係話就算揾到好多錢都好，物價貴到根本買唔起嘢，吸啖氣都污糟過人，仲要得個造字，連假都冇得放，
市民嘅生活水平就冇我哋想象中咁高啦。所以 GDP 係重要，但係都唔可以忽略其他影響生活水平嘅因素啊。其他關於 GDP 嘅知識，我哋留翻上堂再講啦。告別列支敦士登，我哋翻嚟蘇黎世，去埋最後一個景點。呢度係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，全世界最具影響力嘅科學家就係喺呢間大學畢業㗎啦。我諗我同佢唯一共同嘅地方，可能係個髮型。我哋靜雞喺呢間大學度揾咗半個鐘，差唔多行勻每一個角落，再根據啲學生嘅線報，終於俾我哋揾到佢嘅足跡。我哋想揾嘅人就係佢，知唔知佢係邊個？俾幾秒鐘大家諗下，呢個 locker 係屬於愛因斯坦嘅，而入邊有啲咩？Sorry， 對唔住，我真係想賣個關子，留翻個 surprise 俾大家。如果你對 physics 或者歷史有興趣嘅話，我建議你一定要嚟，因為佢介紹咗好多愛因斯坦不為人知嘅故事，包括生平、佢中意嘅嘢，甚至乎佢嘅怪癖，保證唔會令你失望。探完佢之後，我建議大家行出平台，呢度一眼可以俯瞰晒成個蘇黎世嘅景色，而呢一個日落為我哋嘅蘇黎世之旅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瑞士雖然貴，但係唔使點使錢嘅活動其實都有好多。瑞士人外表好似好酷，但係其實佢哋大部分人都係好 nice 嘅。當然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始終都係 Glacier Express。下次再嚟嘅話，我哋一定會搭一條唔同嘅路線，一定會再有唔同嘅驚喜。好啦，今集時間係咁多啦，好多謝大家陪我哋一齊漫遊瑞士。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唔同嘅見聞同埋經濟知識。中意我哋嘅影片不妨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亦都歡迎大家查詢我哋嘅 DSE Econ 課程。約定你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